青海公，这是加满皇族的圣药，我已冲好，服下它或许能令方大人醒过来。只是此药药力强劲，服下后需武功高强的人6个时辰不断输入真气，否则对伤者反而有害。谢谢城主。可是方大人现下无法吞咽，这可怎么办？我有我的办法，城主不必担心。还请你先离开。嗯。